近期香港娛樂圈真係風波不斷，一眾老戲骨嘅健康狀況同動態頻頻成為大眾焦點。先係多位資深藝人被爆身體唔舒服，引嚟粉絲一片擔憂嘅聲音。而就喺大家仲沉醉喺呢啲消息帶來嘅憂慮之中時，一則更加重磅嘅消息好似一顆巨型炸彈，喺港圈甚至成個華語娛樂圈掀起咗驚濤駭浪。76歲嘅老戲骨歡喜哥許紹雄被爆病危，消息一傳出，即刻喺網上炸開咗鍋，各大社交媒體平台瞬間被相關話題刷爆，網友紛紛表達對許紹雄嘅關切同擔憂。要知道，許紹雄可係陪伴咗幾代人成長嘅經典演員，佢嘅形象早就深深烙印喺觀眾嘅心中。從黑白電視時代到依家嘅高清大屏，佢用自己嘅演技塑造咗一個又一個令人難忘嘅角色，成為咗無數人青春記憶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依家咁樣一位備受喜愛嘅老戲骨突然被傳病危，點會唔令人揪心？據本報記者第一時間趕去到醫院現場見到，醫院走廊嘅氣氛壓抑到令人喘不過氣嚟。許紹雄嘅病房外面圍滿咗聞訊趕嚟嘅媒體記者同粉絲，大家都好焦急咁等待住裏面嘅消息，時不時交頭接耳，面上滿係擔憂嘅神情。病房門口有幾位着便裝嘅人神色匆匆咁進出，從佢哋緊鎖嘅眉頭同匆忙嘅腳步中，唔難睇出情況嘅嚴峻。一位自稱係許紹雄家人朋友嘅知情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，情況唔太樂觀，醫生已經喺裏面搶救咗好耐。呢句話好似一塊巨石，重重咁壓喺咗每個人嘅心頭，令到現場嘅氣氛更加凝重。消息傳出之後，許紹雄喺圈內嘅好友都紛紛表達咗自己嘅關切。佘詩曼接受媒體採訪時，講到許紹雄嘅病情，不禁哽咽落淚。佢聲音顫抖咁講：我一直都喺度處理呢件事，活動結束我就會趕去醫院。許老師對我嚟講就好似親人一樣，我真係希望佢可以頂得順。佘詩曼嘅真情流露，令到在場嘅記者同粉絲都為之動容。除咗佘詩曼、黃宗澤以及多位香港明星都紛紛前往醫院探望。黃宗澤探望完之後，面對媒體鏡頭，只係簡單咁講咗句：希望許老師可以早日康復，就匆匆離去。從佢略顯疲憊嘅神情中，可以感受到佢內心嘅擔憂同焦慮。而其他前往探望嘅明星都神色凝重，唔願多講許紹雄嘅病情，只係默默咁表達住自己嘅祝福。許紹雄嘅粉絲得知消息之後，更加係痛心疾首。喺醫院嘅各個角落都可以睇到粉絲自發組織嘅祈福活動，佢哋手執蠟燭為許紹雄祈禱，口裏念念有詞，希望佢可以戰勝病魔。一位80後嘅粉絲含住淚對記者講：我睇許老師嘅劇，基本每一部都睇過，從小睇到大。佢就好似我童年同青春裏面嘅一個標誌，有佢喺度，就覺得我嘅青春仲喺度。依家聽到佢病危嘅消息，我真係接受唔到。另一位90後嘅粉絲都表示，雖然我出世嘅時候已經係彩色電視時代啦，但許老師嘅戲我都睇咗好多，佢啲獨特嘅表演風格真係令人好難忘。希望佢可以快啲好返嚟。許紹雄嘅演藝生涯可以追溯到黑白電視時代，嗰陣時佢仲係一個初出茅廬嘅新人，憑住自己獨特嘅外形同紮實嘅演技，逐漸喺娛樂圈嶄露頭角。佢出演嘅第一部電視劇《新紮師兄》就俾佢帶嚟咗極高嘅人氣。喺劇裏面，佢飾演嘅角色雖然唔係主角，但卻憑住精彩嘅表演，令到觀眾記住咗佢張充滿喜感嘅面。隨着時代嘅發展，電視技術從黑白過渡到彩色，再到依家嘅高清大屏，許紹雄都一直活躍喺熒幕上。佢參演咗無數部經典嘅港劇，無論係古裝劇定係現代劇，佢都可以輕鬆駕馭。佢嘅演技就好似一杯陳釀嘅美酒，越品越有味道。喺娛樂圈，許紹雄同吳孟達、廖啟智一樣，都係經典嘅綠葉。佢哋雖然好少擔任主角，但卻用自己嘅演技為成部劇增色唔少。
許紹雄飾演嘅角色大多都係一些幽默風趣、善良可愛嘅小人物，佢嘅表演自然流暢，毫無做作之感。比如喺某部熱門港劇裏面，佢飾演嘅一個市井小民，為咗生活四處奔波，但卻始終保持住樂觀嘅心態。佢嗰誇張嘅表情同幽默嘅台詞，令到觀眾捧腹大笑嘅同時，亦都感受到咗生活嘅溫暖。佢咁樣嘅表演風格，深受觀眾嘅喜愛，亦都令到佢成為咗港劇裏面不可或缺嘅一道風景線。許紹雄嘅演技唔單得到咗觀眾嘅認可，亦都獲得咗業內人士嘅高度評價。佢多次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、台灣電影金馬獎等重要獎項嘅提名，並憑住出色嘅表現贏咗多個獎項。呢啲榮譽係對佢多年來演藝生涯嘅肯定，亦都係佢實力嘅見證。一位資深影評人表示，許紹雄係一位非常難得嘅演員，佢可以將每一個小角色都演繹得淋漓盡致。佢嘅表演冇嗰啲刻意嘅痕跡，而係非常自然咁融入到角色裏面。佢嘅存在令到港劇更加有魅力。據本報記者深入了解，許紹雄嘅健康問題其實早有端倪。近年來，隨着年齡嘅增長，佢嘅身體狀況逐漸下滑。但由於佢一直都好熱愛演藝事業，唔願意輕易放棄工作，所以依然堅持參演各種影視作品。一位同許紹雄合作過嘅導演透露，許老師係一個非常敬業嘅演員，佢為咗演好每一個角色，都會付出好多努力。有時候為咗趕進度，佢會連續工作10幾個鐘，身體根本頂唔順。我哋曾經多次勸佢注意休息，但佢總是講冇事，仲可以頂得順。長期嘅工作勞累，令到許紹雄嘅身體逐漸亮起咗紅燈，亦都為呢次嘅病危埋下咗隱患。除咗工作勞累，許紹雄仲面臨住巨大嘅壓力。近年來，香港娛樂圈嘅競爭越來越激烈，新演員不斷湧現，老演員嘅市場份額逐漸被擠壓。許紹雄雖然有着豐富嘅演藝經驗同深厚嘅觀眾基礎，但都難免會受到呢種市場變化嘅影響。一位接近許紹雄嘅內部人士向本報記者爆料，許老師最近一段時間情緒一直唔太好，佢覺得自己年紀大啦，喺演藝圈嘅地位逐漸下降，心理好唔係滋味。而且佢屋企都發生咗一些事，令到佢更加心力交瘁。呢啲壓力同情緒問題，可能都對佢嘅身體健康造成咗一定嘅影響。然而，就喺大家都喺為許紹雄嘅病情擔憂時，網上卻流傳出一些唔同嘅聲音。有人質疑許紹雄嘅病危係唔係另有隱情，係唔係因為一些唔可以講出嚟嘅原因導致嘅？呢啲質疑聲引發咗網友嘅廣泛討論，亦都令到成件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。對於呢啲質疑，許紹雄嘅家人同朋友都表示強烈嘅唔滿。佢哋認為呢係對許紹雄嘅唔尊重，亦都係對病人家屬嘅二次傷害。許紹雄嘅經紀人通過官方渠道發佈聲明，稱許紹雄嘅病情係自然發生嘅，唔存在任何隱情，希望大家唔好傳播唔實信息。近年來，香港老演員陸續離世嘅消息頻頻傳來，令人不禁感嘆一個時代嘅落寞。從吳孟達到廖啟智，再到依家嘅許紹雄，呢啲曾經陪伴我哋成長嘅經典演員，一個接一個咁離開咗我哋。佢哋嘅離去，唔單令我哋失去咗一批優秀嘅演員，亦都令我哋感受到咗時間嘅無情同生命嘅脆弱。一位資深娛樂記者表示，香港娛樂圈曾經輝煌一時，湧現出咗好多優秀嘅演員，但隨着時代嘅發展，市場環境發生咗變化，老演員逐漸被邊緣化。佢哋嘅離去係香港娛樂圈嘅一個巨大損失。同老演員嘅離去形成鮮明對比嘅係，香港娛樂圈嘅新人卻難以挑起大梁。依家好多00後追嘅明星，多數都唔被80後、90後所熟知，而且依家嘅90後、00後演員裏面，冇多少個係實力派嘅，都係賣弄知識嘅小鮮肉。一位影視製作人無奈咁講，依家拍戲好難揾到合適嘅演員，好多年輕演員只有顏值，冇演技。
佢哋根本唔可以理解角色嘅內涵，亦都演唔出嗰種真實嘅感覺。相比之下，老演員嘅演技同敬業精神真係無可挑剔。由於新人嘅唔給力同老演員嘅離去，香港影壇面臨住沒落嘅危機。近年來，香港電影嘅市場份額逐漸萎縮，競爭力亦都唔如從前。好多香港電影人紛紛轉戰內地市場，尋求新嘅發展機會。一位電影分析師指出，香港電影曾經以其獨特嘅風格同精彩嘅劇情聞名於世，但依家卻面臨住創新不足、題材單一等問題。而且，隨着內地電影市場嘅崛起，香港電影嘅優勢逐漸消失。如果唔及時進行改革同創新，香港影壇嘅沒落將不可避免。對於80後嚟講，港劇係佢哋青春記憶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喺嗰個冇網絡嘈雜嘅年代，一家人則喺房間裏面睇港劇，成為咗佢哋最溫馨嘅回憶。許紹雄等老戲骨飾演嘅角色，就好似一個個鮮活嘅朋友，陪伴住佢哋度過咗美好嘅童年同青春時光。一位80後嘅網友喺社交媒體上面發文講：細個嗰陣時，每到晚上，我都會早早咁坐喺電視機前面，等住睇港劇。許紹雄老師嘅戲係我最中意嘅，佢嘅表演總是可以令我開懷大笑。依家回想起來，嗰啲日子真係太美好啦。隨着許紹雄等老戲骨嘅離去，80後嘅懷舊情緒再次爆發。佢哋紛紛喺網上分享自己同港劇嘅故事，表達對老戲骨嘅感激同懷念之情。呢種懷舊情緒唔單係對過去嘅回憶，更加係對青春嘅一種致敬。一位文化學者表示，80後嘅懷舊情緒係一種正常嘅心理現象，佢反映咗人們對過去美好時光嘅留戀同對現實嘅無奈。老戲骨嘅離去，令到佢哋意識到自己嘅青春已經一去不復返，從而引發咗呢種集體感傷。雖然港圈依家面臨住好多困境，但80後依然對未來充滿咗期許。佢哋希望香港影壇可以重振輝煌，培養出更多優秀嘅演員，傳承經典港劇嘅風格同精神。一位80後嘅電影愛好者講：我相信香港影壇唔會就此沒落，佢有着深厚嘅文化底蘊同優秀嘅創作團隊。只要能夠進行改革同創新，培養出更多有實力嘅演員，香港電影一定能夠再次崛起。許紹雄嘅病危，令我哋再次感受到咗時間嘅無情同生命嘅脆弱。佢就好似一顆璀璨嘅星星，喺港圈嘅天空上面閃耀咗幾十年，依家卻面臨住隕落嘅危險。但佢嘅演藝生涯同佢所塑造嘅經典角色，將永遠留喺我哋嘅記憶中。對於80後嚟講，許紹雄等老戲骨嘅離去，係佢哋青春記憶嘅一次重大損失。但呢亦係一個新嘅起點，佢令我哋更加珍惜依家嘅生活，更加期待未來嘅發展。我哋希望香港影壇可以走出困境，重振輝煌，培養出更多優秀嘅演員，為我哋帶嚟更多精彩嘅作品。